来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到中港澳拼经济，总共接到52亿的订单。也毋过，伊甲香港、澳门的特首、甲中联办的主任来会面，嘛来拜会着各台办的主任，是互绿营的人士来炮轰讲，这是出卖台湾。高雄市议员陈志忠早起甚至去按铃控告韩国瑜犯着刑法的外犯罪。高雄市政府是来回应讲，韩市长这抓完全是经济文化合作的交流，这陈志忠指控的罪名是硬拗的。 无符合事实。高雄市长韩国瑜6天的经务之行，最后2天来到厦门，甲厦门市市委书记吴昌先见面。我们非常的认可，货出得去，人进得来。 就因为这次韩国瑜来到厦门卖出的高雄水产甲水果就未交易，6天来到这中国、香港、澳门4城市，就摕到52亿的订单。韩国瑜的经务之行成绩单，厦门人安怎看？就是感觉人挺好，对两岸就是和平挺好的。务实，他是肯干，而且为民众而考虑，所以我非常敬佩他。 就这次拜会香港、澳门特首以及中联办港澳主任，甚至嘛甲国台办的主任留过伊会面，被绿营炮轰根本是袂台，甚至连香港宣布的评论，讲甲韩国瑜签合买单的公司，真侪拢是中国国营企业或者是监管单位，幕后头家是中共。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此前往法院按铃控告。控告高雄市长韩国瑜，他涉犯了刑法104条的。 这个外患罪韩市长他这一次到中国的这些行为举止言行已经严重伤害了台湾的国家主权，咱的国家尊严。韩国瑜要高雄发大财，但是不断的拜会中国高阶官员，引发质疑声音，嘛，互这座拼经济之行增加袂少政治联想。